嘉义市的庇护工厂杂料中心等等的弱势团体，去年的中秋礼盒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销量是无介好。市政府为着要甲因斗相共，今年是做伙办促销活动，毋捌这寡身心障碍者的打拼，会当得到社会支持。启智发展中心的学员伫舞台顶表演，小解因做的中秋礼盒。嘉义市的身心障碍弱势团体18这天做伙伫市政府办活动，希望增加中秋礼盒的销量。联合行销的活动，然后帮我们把我们身上学员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成果呢，能够行销出去，然后让于我们的成员可以有收入。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激起大家可以以爱传爱哈，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就是共襄盛举。嘉义市社会处表示，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真侪弱势团体中秋礼盒拢卖了无好。今年原物料佫起价，所以举办这个活动，希望有企业也是团体来支持。因为去年受到疫情的情况，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办一个比较跟大家接触的记者会，所以其实在订购上面确实跟以往之前少了将近3成到4成。原物料的那个成本一直在上升，那提二又加上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到今年，我们的那个业绩就是一直往下滑的。活动办落去，一个团体甲企业做文的数量已经超过3000盒。嘉义市政府嘛表示，嘉义市这站嘛有够有在社会抽奖的活动，希望社会大众会当用行动支持身障朋友努力合适的成果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